歡迎返嚟 Nomigo 頻道。今日係2026年2月24號 ，AI 界新聞多到爆，法律同倫理戰、硬件戰，同埋一啲令人清醒嘅經濟數據。今集我哋會講10單重要 AI 新聞，睇下佢哋點連埋一齊，同對 AI、商業同普羅用戶嘅未來有咩意思。直接入正題。第一單，模型幾乎一字不漏咁背咗成本書。呢單消息嚟自 Ars Technica AI， 2026年2月23號出。Ars Technica 報道，新研究話大語言模型可以從訓練數據入面生成同小說幾乎一字不差嘅複製，即係話呢啲模型唔止學緊 pattern， 仲背咗好多嘢，而好多研究員同公司一直冇公開承認。重點係喺某啲提示策略下，模型會輸出好長一段受版權保護嘅文字，同原書極之接近，有時幾乎一樣。咁就帶出大問題，版權、數據授權同埋聲稱自己系統唔會以可還原方式儲存訓練數據嘅公司，記住呢點。之後會同另一單講基準同數據污染嘅新聞連埋。第二同第三單 Anthropic 對中國 AI 實驗室講蒸餾攻擊，呢度有兩單相關新聞。第一單嚟自 The Verge AI， 2026年2月23號出。The Verge 報道話 Anthropic 指控3間中國 AI 公司濫用佢哋嘅 Claude 模型嚟訓練自己嘅系統。點名嘅3間係 DeepSeek、Minimax 同 Moonshot。Anthropic 話呢幾間公司開咗大約24,000個假賬戶，同 Claude 做咗超過1600萬次交流，目的係蒸餾 Claude， 即係用一個更勁嘅模型嘅回覆去訓練一個更細或更平嘅模型。Anthropic 話蒸餾本身係合理嘅訓練方法，但今次已經變成工業規模非法抽取 Claude 嘅能力。第二單嚟自 Engadget， 同樣2月23號2026出。Engadget 補充細節，將呢啲叫做蒸餾攻擊。據 Anthropic 嘅 blog， 佢哋用 IP 關聯、元數據同基建信號，好有信心咁將呢種行為同 DeepSeek、Moonshot、Minimax 連埋。Anthropic 話會升級系統，令呢類蒸餾攻擊更難做，更容易被偵測。Engadget 仲指出諷刺嘅一點， Anthropic 指控人哋濫用 Claude， 但 Anthropic 自己就俾音樂出版商告緊，話佢用非法歌曲複製嚟訓練 Claude。一邊話你唔可以抄我哋模型嘅行為，另一邊就被指用抄翻嚟嘅內容去砌成同一個模型。兩單加埋就係 AI 競爭嘅新前線，唔止砌模型，仲有偷模型，唔再只係爬開放網，而係互相爬對方嘅 AI。第四單 OpenAI 唔再玩一個主要編程基準，呢單嚟自 OpenAI 官方 blog， 2026年2月23號出。OpenAI 出文解釋點解佢哋唔再喺 SW Bench Verify 上面評估模型。SW Bench Verify 係一個好多人用嘅軟件工程同編程基準。據 OpenAI 講， SWE Bench Verify 已經越嚟越受污染，而家會錯誤量度尖端編程模型嘅進展。污染即係咩？ OpenAI 話有 flawed 測試，同埋好重要嘅一點，訓練數據洩漏，即係基準嘅一部分，已經入咗現代模型嘅訓練數據。所以當模型好似解到個基準，可能只係套出之前見過嘅嘢，唔係真正推理新問題。記唔記得 Ars Technica 嗰單模型背小說，根本問題一樣。訓練數據洩漏令真正智能同單純背誦嘅界線模糊咗。OpenAI 而家推薦一個新基準，叫 SWE Bench Pro。佢哋話呢個更能避免污染，更準確量度前沿編程能力。呢樣重要，因為基準會推動炒作、資金同公眾觀感。如果測試壞咗，我哋可能高估咗呢啲系統有幾叻。第五單 NVIDIA 想用 AI 守護全球關鍵基建。呢單嚟自 NVIDIA 官方 blog， 2026年2月23號出。NVIDIA 篇文講嘅係用 AI 做營運技術同工業控制系統嘅網絡安全，即係電網、工廠、交通網、公用事業之類。呢啲系統越嚟越接駁企業網同雲端，受攻擊面就大好多。NVIDIA 將自己嘅 AI 方案定位成可以即時監控同保護呢啲環境，偵測異常、發現入侵，比傳統安全工具更快反應。佢哋嘅意思係，如果 AI 要驅動一切， AI 亦要守護一切。所以一邊係 AI 模型背數據俾對手抄，另一邊就係像 NVIDIA 咁話，用 AI 守護地球上最關鍵嘅系統。Stakes 好快就變得好真實。
第6單 NVIDIA 殺入你部手提。呢單嚟自 CNET 科技新聞，2026年2月23號出。CNET 引述華爾街日報話 NVIDIA 會喺今年上半年推出手提電腦晶片，咁就會令 NVIDIA 同 Intel、AMD、Qualcomm 甚至 Apple 喺消費手提市場直接競爭。我哋已經見 NVIDIA 喺數據中心嘅 GPU 同 AI 加速器稱霸，而家佢哋落反日常裝置層面，瞄準 AI、PC 同裝置端智能。如果 NVIDIA 嘅手提晶片做得到勁嘅 AI 表現同續航，就可能改寫我哋對手提嘅期望。更多本地 AI 助手，更快創意工具，某啲任務唔使再靠雲。同佢哋喺 NVIDIA Blog 講嘅 AI 網絡安全攻勢擺埋一齊，就睇到策略。NVIDIA 唔只想撐住你嘅數據中心，仲想入你部手提，入你城市嘅系統。第7單加密貨幣礦工大舉轉戰 AI。呢單嚟自 Hacker News AI 話題，連結去 CoinDesk 報導，2026年2月23號 Highlight CoinDesk 篇文話 BitDeer 已經賣晒手上嘅 Bitcoin， 套現轉投 AI 數據中心。BitDeer 係 Bitcoin 挖礦界嘅大玩家，呢個係行業大趨勢之一。加密礦工將基建轉用途，追 AI 需求，而唔係 Bitcoin。點解重要？ Bitcoin 挖礦同 AI 訓練都要大量運算同能源。AI 需求爆升，呢啲礦企覺得租 GPU 起 AI 數據中心比繼續挖礦更賺。呢度直接連到 NVIDIA 嘅世界，更多 AI 數據中心，更多晶片需求，更多圍繞 AI 工作負載嘅基建，而唔係純炒幣。反映 AI 唔只係軟件故事，仲改緊成個硬件同能源格局。第8單，三星將 Galaxy AI 開放俾多個助理。呢單嚟自 Unwire HK 香港科技媒體，2026年2月23號出。據 Unwire HK， 三星公佈會將 Galaxy AI 擴展成開放嘅多助理生態，其中一個重點係將 Perplexity 整合入即將推出嘅 Galaxy E16 旗艦機。實際即係你部三星手機唔止一個內建助理，而會支援多個可以並存嘅智能代理。Perplexity 以 AI 搜尋同答問體驗聞名，佢會直接整合入 Galaxy E16， 等用戶可以用多一個專注檢索同有根有據答案嘅助理，少於井號0， 5井號大於。呢個係由一個助理話事模式嘅大轉向，唔再只係 Bixby 或只係 Google Assistant。三星發出信號，唔同 AI 代理分工同協作，亦係 AI 走向邊緣裝置嘅又一例。同 NVIDIA 即將推出手提晶片同整體裝置端 AI 嘅推動連埋。第9單 Notebook LM 對個人知識管理好似魔法。呢單嚟自 CNET 科技新聞，2026年2月23號出。CNET 出咗篇評測，題目係 Notebook LM 評測，實用又強勁。呢個工具好似魔法。Notebook LM 係 Google 嘅 AI 工具，俾你帶自己嘅來源，例如 PDF、筆記、通本或文件，然後問問題、總結、轉化嗰啲資訊。據 CNET Notebook LM 突出嘅地方係好實用，唔係從網上隨機打料，而係 strictly 用你提供嘅來源。對學生、研究員、作者同需要 AI 深入理解某批材料嘅專業人士好有用。CNET 形容佢超實用，話佢可以用令人意外嘅方式轉化資訊，所以先話好似魔法。重要嘅係因為佢建基於你自己嘅文件，某啲幻覺同版權問題可以避開。同三星多助理 Galaxy AI、NVIDIA 推裝置端 AI 擺埋一齊，就見到一個主題。AI 越嚟越個人化，越識情景，越陷入我哋嘅工作流程同裝置。第10單 AI 對去年美國經濟增長貢獻 basically 0。呢單嚟自 Gizmodo 科技新聞，2026年2月23號出。Gizmodo 報導高盛分析話 AI 對去年美國 GDP 增長嘅貢獻 basically 係0。考慮到唔停嘅炒作、巨額投資同 AI 公司天價估值，有啲令人意外。據 Gizmodo 引述高盛報告，一個主要原因係好多使喺 AI 嘅錢去咗入口晶片同硬件，所以公司大灑金錢做 AI 基建嘅同時，好多支出流出美國經濟，而唔係變成本土生產力或 GDP 增長。即係我哋仲喺大舉投資階段，起基建、買 GPU、起數據中心，但廣泛嘅生產力回報仲未喺宏觀經濟數字度出現。
同 Bitdeer 由 Bitcoin 轉 AI 數據中心 ，Nvidia 進軍手提同守護關鍵基建 ，Anthropic 打蒸餾戰擺埋一齊，就係一個仲起緊路軌嘅生態。經濟影響可能遲幾年先追得上炒作。總結返，技術方面 ，Ars Technica 同 OpenAI Block 提醒我哋，而家嘅 AI 系統背嘅嘢多過我哋以為，而基準可能因為訓練數據洩漏而高估咗真正進展。競爭同法律方面 ，The Verge AI 同 Engadget 講 Anthropic 指控中國對手做蒸餾攻擊，但 Anthropic 自己又因為訓練數據被人告緊，變成軍備競賽同法律競賽，邊個擁有 AI 行為，邊個可以抄邊個。基建同硬件方面 ，Nvidia Block 同 CNET 報導顯示 ，Nvidia 想鎖住每一層 AI 同網絡安全嘅數據中心，跟住就係消費手提做裝置端智能。同時 Bitdeer 同其他礦工掟 Bitcoin 搭 AI 浪，改寫數據中心版圖。消費者體驗方面 Unwire 係 Car 講三星將 Galaxy AI 變成多助理生態 ，Perplexity 整合入 Galaxy S26。CNET 對 Notebook LM 嘅評測就話 AI 點樣成為建基於你自己文件嘅強力個人助理。最後 Gizmodo 對高盛嘅報導提醒我哋，儘管好熱鬧，美國可量度嘅宏觀經濟影響到而家仲係接近零，至少喺紙上，錢就使緊，但生產力革命仲未完全到。想深入可以睇原文 Ars Technica AI 講背誦研究 The Verge AI 同 Engadget 講 Anthropic 對 DeepSeek Moonshot Minimax 蒸餾戰 OpenAI Block 講 SWE Bench 基準分析 Nvidia Block 講關鍵基建 AI 網絡安全CarNet 科技新聞講 Nvidia 手提晶片同 Notebook LM 評測 CoinDesk 經 Hacker News 講 Bitdeer 轉 AI 原 WireTechK 講三星 Galaxy AI 同 Perplexity 整合 Gizmodo 講高盛 AI 同 GDP 報告。今日2026年2月24號嘅 AI 新聞總結就係咁多。想要更多呢類每日解讀，記得訂閱頻道同喺留言話我知，你覺得邊單5年後最緊要訓練數據嘅法律戰、硬件戰，定係慢火嘅經濟影響？多謝收睇，下一集再見。